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我是阿迪。大家好，我雪龙。咱顶一集口味足重的哦，真恐怖的感觉。不要紧，咱这一集的故事是在地历史、正港的历史，不是这个民间传说的类型啊，这个类型。嘛，口味无遐重啦，但是因为有趣味的所在尤其这个咱要离开台南嘛，离开府城连续3个故事总共5集，包括单小娘1集，拿刀子就做2集，还有瓜那鸡烧金这个李祖庙烧金嘛，各2集总共已经5集，全部拢是在府城台南这个咱搁要转来甲咱家己在地宜兰故乡，我的故乡宜兰。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宜兰无同款的口味，无同款的口味，真正听起来无遐重口味。但是其实宜兰食足咸的呢。是吗？台南咱讲台南甜嘛，台南甜宜兰是足咸的。这甲环境有关系。宜兰台南也就是府城，早期本来就是人济福建人嘛济，较早开发，天气热，所以食小可酸酸甜甜的感觉，会较食会落饭。若宜兰早期因为开垦拢是以种菜做食为主，毋对，迄时阵还是后山啦。所以你有饭通食是无毋对，但是你讲要想讲真济有诶无真青草真澎湃，这手路菜啥是无诶，就是有盐有咸，一丝仔就会使配规碗诶饭提供伊一工做事诶体力，安尼就好啊。所以宜兰食物件偏咸，较重味较重。若台南是偏甜甜酸酸的感觉，酸酸甜甜的感觉，所以无啥共款这拄好用讲到这台南的口味甲宜兰口味想到甲大家分享一下。阮遮的讲，阮的酸酸软软的感觉所以讲转来咱宜兰这个咱要讲的这个主题叫做宜兰200年来的心结。一直到哪为止心结啦，心结心结，溪南甲溪北之间的心结既然有真济所在，你会使看到溪南溪北，也就是西南西北这款的讲法，分开安尼啦。真济所在拢会分，比如讲咱当地住宜丰社，宜丰社都有2个所在伫咧住，溪南地方，伊即个住宜丰社顶所在顶悬就会写溪南溪南地方就是即个罗东文化工厂。这叫做溪南，属于溪南俗称叫做菜瓜饼文化工厂以后有机会嘛使甲大家讲一下啦但是其实爱亲身去看伊建筑的特色会较趣味敢若用听可能会较无彩。过来溪北伫咧宜兰的即个运动公园我常讲公园我哋讲公园宜兰运动公园内底这是顶悬嘛是写溪北的宜丰社的驻社中心有安尼分较清楚拢会分较真清楚真清楚是安那有这个溪南溪北。首先咱先了解溪是啥物溪对无因为全台湾遮侪溪所以毋是大溪大溪是伫咧溪北，应该是南洋溪吧？无毋对，宜兰上主要上重要的这条河叫做南洋溪，南洋溪。宜兰的兰，咱较早讲南洋平原，也当嘛叫做宜兰平原啊，拢共款，就是这中的这
这条河流吼，讲一般咱讲溪敢若较细条，感觉其实嘛无一定。真侪所在，比如芦水溪嘛是真大条吼，咱这个南洋溪嘛真大条。伫咧宜兰内底吼，宜兰县内除了大同甲南澳这两个属于这个山地乡山地乡以外，这两个咱先莫算吼，其他属于溪北的乡镇，包括宜兰市、圆山乡。乡也是乡拢会使，过来壮围乡、大溪乡，过来头城镇、头城镇。头城就是大家若要去迄个蜜月湾去冲浪，去耍海边去耍水道，一般拢会去这个所在。若溪南主要就是罗东镇、罗东开始划分过来。罗东镇、五吉乡、东山乡、三星乡以及苏澳镇、苏澳镇、苏澳冷泉、阿里赛冷泉、阿里石冷泉、阿里石这个词以后有机会咱嘛会讲，我大概拢是讲以后有机会讲，因为会使讲的代志伤济啊。慢慢来啦。苏澳镇你若要泡冷泉，全世界听讲总共敢2个碳酸冷泉，其中意大利一个，还佫一个碳酸冷泉。就是这两个听讲啦，你若个范围较宽，有一寡无共款的冷泉，敢若就佫较济啊。全球哦，我知影，较早知影讲是安尼讲，但是伊在讲3个，我忘记哪一个。我时代已经是讲2个啦，迄个是毋是无去啊？毋知咧，我的时代是我听到的拢是2个，但是因为讲时代我嘛捌去查过这个资料吼，就是一直无一个正式的来源，所以是毋是真正安尼，还是只是一个宣传过去宣传的用词，咱毋知影。但是就是反正有这个讲法就对啊，至少伫咧台湾的碳酸冷泉吼，只有这款的冷泉，确实是敢若伫苏才有。是嘛，真冷，有机会再来。有机会也有机会，欢迎大家来去浸一下冷泉吼，毋是敢若浸温泉尔。那这溪南溪北咧，分别是以宜兰甲罗东为中心，这伫一般的县市来讲是真特别的所在，比如讲。当然打台南县甲台南市是合做伙啊，变成规个就是台南市啊嘛。较早有分台南县甲台南市，打无啊，打拢台南市尔。但是一个县市吼，咱若先莫讲这个部分，一个县市内底一般，比如讲台南应该以上经济上发达的所在就是台南市。当时伊的政治中心吼，嘛应该是伫咧台南市。伊的文化的中心嘛应该是台南市吼，一般拢是安尼。但是伫宜兰吼有一寡真特殊的现象，就是安尼吼，咱规个宜兰经济以及商业的中心伫咧罗东镇，罗东夜市啊上有名，所有人一讲到宜兰，第一想到就是罗东夜市啊。因为迄阵有迄个竞选的是有名嘛。其实罗东夜市啊，拄开始红起来，是伊甲宁夏夜市宁夏迄边有做一个合作，就是这个票选全台湾什么10大夜市吼，有搭着这个风潮啊，这咱先莫去讲迄吼，这我先袂管。过来就是溪北，就是应该咧讲，咱拄仔讲经济甲商业中心是伫罗东，那文化甲政治的中心就是伫咧宜兰市，所以溪北，所以商业甲政治是分开的，这伫一般县市内底，文化嘛，甲经济是分开的，这过去一般的县市来讲是真特别的现象，啥会分开，然后隔一条溪，咱讲做南洋溪，熟悉南洋溪是咱要了解溪南溪北的第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南洋溪其实真趣味，较早无做南洋溪，较早做芦水溪。所以讲到芦水溪，真侪人应该想，那是芦水溪，芦水溪伫倒位？彰化台中迄边无毋对，遐嘛一条芦水溪，伫咧宜兰这条较早嘛做宜兰芦水溪。现在做芦水溪。伊为这个山顶伊主要以雪山山脉迄边的这个山脉、雪山山脉这个水源都来了，一直出来经过牛豆啊，牛豆啊，就是牛豆，打豆的豆就是斗牛的斗啦，就是斗牛的斗，就是你。这个意思就是讲，迄个所在是南洋溪上下的所在，上瓦的所在上下，所有水，这水经过遐出来了咧，伊会变成一个扩大，一个冲积扇平原，一个
我唔知这个台语叫做啥，嘿，这个喙就对啊，伊是一个三角喙，这个出来了速度变慢，所有的这泥沙沙胶，拢底下来在铺，所以南洋溪就落，嘿，就做这就做落水溪，真济过去真济所在拢是安尼伫后面，所以依然嘛一条落水溪，而且嘛未洗掉哦，伊其实就这个溪面足快啊。当然，咱当讲台中迄边，台中中华迄边嘛有一条落水溪，落水大桥的无？嘿，所以咱都有两个落水溪啊。甚至伫咱的这个溪边，目前还有一个叫做宜兰落水溪地水工事竣工纪念碑，刻一个碑。这个碑不是碑不是那个古甲碑迄个碑，碑碑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其实是昭和11年，迄个时阵是日本时代因为过去这个南洋溪定伫做大水，所以迄个时阵有做整治了做一个纪念碑这个物件当已经是伫咧2004年的时阵指定做这个县定古迹，变成古迹啊，限定古迹啊。就是因为伊当初是这甲宜兰的规划点拢有真大的关系。是安那落水溪向变成南洋溪咧？这就是讲到咱一个民国47年，也就是西元1958年的时阵，发生嘛不是发生代志啦，就是因为伫做一个重新做一寡行政区的一寡改善就对啊。这个时阵因就会发现讲真济所在即个名不管是地号名，还是即个河川河流的名称，拢差不多。我常常会互人误会，你到底你的溪甲我的溪，你的溪毋是我的溪，听起来拢共一条溪，佫毋是共款的溪，所以真复杂就要求讲恁以后共名的名就爱处理爱分好清楚因为咱在地嘛叫落水溪，因遐嘛叫落水溪，到底是哪一条？所以呢。听讲有这款讲法啦，事实上是有安尼无，我都唔知影，就是讲，甲宜兰这边的找来甲这个落水溪应该是中华吧，中华迄边嘛找来，讲恁这两条溪啊名共款所以恁家己抽签抽赢就攞原本的名，抽输就给改名你就知影像抽输抽考抽输较衰安尼所以抽输咱就变成南洋溪嘛袂歹啦。南洋溪至少是嘛是符合咱家己本地名，一听就知影讲这一定伫宜兰，走袂去。对啦。另外有一条共款最重要的台湾最重要的河川嘛改名嘛，因为安尼抽输抽考这有做抽考这是有影吗？有这款讲法，至少你知影讲当时确实是因为做行政区的时阵，重新去把这个河川的名做整治，是有这个代志。有抽到考无这我唔知影，是不是有真正抽考是讲协调出来，结果嘛有可能，也是指定的这个都唔知影。或者讲有这款讲法，有另外一条溪嘛是因为安尼来抽输或者叫改名，这条溪改名进前原本叫做下淡水河。下淡水河，咱知影讲，伫咧淡水这个所在台北有一个淡水河，伊个一个下淡水河，伊是个名称，所以伊伫倒位咧，又会对吗？你讲咧，伊即个下淡水河也是下淡水溪、下淡水河拢会使伊是伫咧高雄屏东一带，迄个所在主要以客人的生活为主，迄条溪。到尾民国47年嘛改名，叫做高屏溪、高屏溪，高雄屏东之间的溪。安尼佫较有名，所以叫高屏溪真好叫，一款共款嘛。你看一改名咱就知影讲伊伫高雄甲屏东中，就是隔开高雄甲屏东这条溪叫做高屏溪。毋管咱南洋溪就是咱已经改名做南洋溪咱讲转来即个溪南溪北的代志。话讲即个嘉庆2年的时阵，53正式进入宜兰开垦柑仔蘭。柑仔蘭就是咱打講的宜蘭，無毋對。我愛補充一下，就是講其實53雖然號稱叫做開蘭第一人，開蘭第一人無毋對，但是毋是講在伊之前攏無人來甲即個所在，其實一定有。除了平埔族，咱打講漢人的部分，其實嘛過去一直攏有，尤其乾隆年間就一直攏有，但是迄個時陣第一小規模，伊毋是大規模的開墾。第二主要是做生理為主，我來甲即個平埔族人來甲即交易，因會幫咱比如秀蠟啦，或者是即個因為一寡木材會幫咱採茶啦，等等一寡物件咱甲伊交易
这个方式，所以伊毋是讲正式伫遮做开垦，讲我汉人以后要遮生金要遮繁衍啊，无安尼吼，就是讲伊就是小部分，一直到53正式伫咧嘉庆元年，也就是嘉庆第1年的时阵。带这个1200人来到宜兰开垦的时阵，来到柑仔兰，这是正式入兰啦，这是入兰。但是因为头一年失败，拄到这个柑仔兰人的这个抵抗，因本身嘛真厉害，所以当年伫咧战斗的时阵，伊家己的小弟53的小弟做吴立。战力的力，吴立嘛正死啊，所以朋友靠天上就靠劝伊讲，咱先转来，咱这个柑仔兰人先离开啦，是用这个方式来甲因相对是好办法，咱想到其他的办法，咱先转。所以过年因为发生真侪代志，53开兰的历史以后，咱会过来讲但是反正总共一句，伊过年甲正式真正进入甲柑仔兰来开垦。迄个时阵来时阵一部分坐船，一部分行山路，重点是因头一个来到的所在就是头围应该是属于头城的方面，也就是即卖的头城，好无毋对啊？为头城则一路向南，一直来到二围、三围。既然过去真侪围这个字，围的意思就是围起来。你甲一个所在要开垦，拄开始你毋知会拄着什么款的，你毋知拄着什么问题，所以大家自做伙了，外周围的甲围起来，用土堆出这个土围，先暂时甲家己包起来。嘛做一个这个基本的防疫的公司莫互讲向要入来就随入来比如讲你甲平埔族人，可能就柑仔兰人可能有一寡冲突啥，咱至少有一个基本的防疫，敢若壁同款的围墙起来，家己保护起来这就是土围所以就第一个就是说头围，第一个的意思过来2围、3围就是沿路一直去安尼，伊到一个规模了就变成城。有一块迄个空大起来。我开始有其他的材料，毋是敢若土尔，无遐烂嘛。我阁有其他的方式，会使愈做愈好，至少围成一个敢若城墙共款，所以就变成头城。头城其实是为头围演变来的。咱这个部分咱以后甲讲过来就是讲到伊的家族啊。这个53家族最后是来到当的4围，也就是4城。即马伫咧，即马有做4城伫咧宜兰市以北甲大溪中，属于大溪乡。大溪中，即马目前53故基，也就是过去的厝，搁伫迄个所在。当然这是第2后代搁起的，毋是像伊较早的迄间已经烧掉去啊。但是即间目前的嘛有差不多100年统的历史有机会嘛使去看到目前疫情的关系拢无多啦。我毋知我录音的时间，我录音的时间是一个迄进前因为咱目前即个中央是讲7月12号，咱即个上即个音档毋知影，我当无去算无去看时间，有可能会超过7月12。我希望到迄个时阵，大家真正会使佫较注意活动这咱都毋知影。嘛是大家拢爱注意啦，迄落疫情的问题毋对毋管咱讲53故事，咱就以后机会甲佫来讲。总共一句咧，愈来愈侪人入来到咱即个南洋平原也就是柑仔兰即个所在，所以咧。5围嘛，汉人讲落来，我当讲落来，讲下的意思就是讲，过去这是柑仔兰人生活的所在啦。但是有所谓这个高旗手、9旗手，旗的意思是讲我带一队人的意思。总共9队来攻打这个所在，一直到一个嘉庆17年嘛，正式设这个柑仔兰厅，纳入清国清朝帝国的这个版图就对啊。柑仔兰其实过去的写法在地定伫写的通常拢会写成葛仔南，葛就是蛤蜊的葛，仔就是歌仔戏的仔，牛仔裤的仔，南是困难的难，柑仔兰嘛是念做柑仔兰，因为就听因的发音，柑仔兰人的讲法就是柑仔兰嘛，就是因人就是柑仔兰，所以伊就安尼写。但是正式要识柑仔兰听的时阵，迄边政府就讲这个字看起来敢若无介水看起来真困难都难字，所以甲改字共款的发音，改无共款字，再先变成当个格马兰，有较好听啦，较水较好听一丝安尼。过去开发主要你看我当讲即个柑仔兰厅
柑仔蘭城吼，迄個時嘛有建城嘛，是攏設佇咧宜蘭市。所以宜蘭市是當當時上濟人的所在。即個福建人攏佇遮，讀冊人嘛佇遮，官員嘛佇遮，因為城佇遮嘛，廳嘛佇遮嘛，文化人、文化人嘛佇遮。所有人攏以遮為主。簡單來講，早期宜蘭的開墾，其實就是以即個南陽溪以北為主。當時是蘆水溪即個名啦。毋管南陽溪過去定定咧做大水，咱當講佇咧日本時代才做過整治。清朝時期也袂說定定咧做大水。你要過這條蘆水溪是無較簡單的。迄時嘛是做蘆水溪。所以清朝時期溪南若是要即個講到清朝時期這開墾主要是即個包括宜蘭的平埔族的即個柑仔蘭人，平埔人係咱講平埔其實加減嘛是有一絲絲輕視的意味咧。結尾佇用啲人身上攏有即個講法。所以我會較盡量講平埔族柑仔蘭人噶瑪蘭人，這是伊本人的本身的名。過來因為即個漳泉海盜。漳泉械鬥，過來專客海盜，就是泉州人甲客人的海盜械鬥，包括甚至咱都講就是溪南的開墾，甲遮攏有關係。過來還佫包括台灣中部、台中迄帶有一個大都王國，伊的分支嘛有一個故事嘛，經過中央山脈中山脈來甲咱宜蘭即個所在。這因為這水真深，所以故事真濟。這個部分真複雜，包括因的語言因啥，這嘛是共款迄屬於巴仔族。這咱先別管，就是共款以後會甲大家提醒。咱目前要講的是佇咧溪南溪北之間的部分。時間秀一個就好過去，清朝時期過去了，來到日本時代。日本時代其實有開發3個做台灣3大林場。林場就是咱當地講羅東林場，真有名，真濟人去遐耍。羅東林場就迄個做林場，3大林場是打3大，你知影無？我你講，至少又會到一個吧。林場太平山林場，無毋對宜蘭人至少要知影太平山，太平山攏會使。這個事蹟，我毋知是安那山這個名，照你講，一般有的字有的字是有文讀，有的字跟加這個白讀就是白話加文讀。但是譬如講以山這個山名咱定定兩個攏會濫用，有當時咱會講太平山，對，但是咱嘛定定講太平山，攏無要緊，這攏聽有就好啦。這攏無計較，就是阮佇講這個事的時陣，兩種攏會使用。第一個就是八仙山攏會使，台中八仙山林場台灣佇咧日本時代開發總共3個大型的這個林場，講這3個爾。第一就是八仙山，八仙山。第二嘉義的啥物？嘉義的啥物？嘉義什麼山？什麼山？嘉義上有名就迄座啊。我不愛背山。1、2、3到台灣有個阿里山。阿里山阿里山，咱是講阿里山。咱敢若都無啥人講阿里山。阿里山，咱就講阿里山。直接安尼講較順口。我嘛毋知是安那。較順口吧。嘉義的阿里山，咱就一定會講阿里山，咱袂講阿里山。但是太平山，咱就講太平山、太平山攏有。八仙山我哋有可能八仙山較有可能，但是我無確定因為我毋是台中人，我毋知因安怎念。其實宜蘭這個太平山還有分2個分部，一個就是太平山分部加大圓山分部，是嗎？大圓山、太平山就分2塊，是哦，2區啦，簡單講是2區，2區。早期其實日本人太平山是上尾開發，這3大林場內底上晚開發。其實伊的木材本身材質非常之好，但是伊啥來才晚開發？伊佇咧差不多大正初年，甚至大正2年左右時陣，日本人就已經去山頂做好調查，講這個所在資源非常豐富，這個木材非常之好。但是啥那無去開發，上尾才開發，就是因為太平山頂懸有真濟原住民是什麼人知影無？噶瑪蘭人。
不是哦，因为噶玛兰人那段讲伊是平埔族，是住伫平地，所以既然是太平山顶县，就是原住民是高山族，什么款的原住民？哪一族？宜兰另外一款原住民上济啊。他有阿美跟宜兰会使讲无，宜兰会使讲是无什么阿美族人啊，宜兰拢是泰雅人为主，阿美。阿美主要是以华人为主，一部分可能来个遮算，但是大部分伫宜兰的原住民拢是以台阳泰雅人为主。可能就是因为咱无迄边呀，阮阿母。你迄间离华人足近的呀。嘿，所以华人过来真近啊。阿美族，伊拢讲阿美族。其实你迄阿美族啊，迄是后来佫搬来的，但是你早期日本时代，迄个时阵宜兰主要是以台阳为主。台阳为主，我习惯讲台阳吼。即泰雅人吼，台阳因是伫山顶非常骁勇善战，非常高战争吼，非常一个修整就厉害就对啊。对，因有一个习惯叫做出草。对，会记哩吼。出草什么意思呢？杀人头啦。其实出草吼有两个意思哦，大家定定会误会。咱知影是全台湾所有的原住民族吼，除了一个民族袂晓以外，所有的原住民族拢会晓出草。这个出草的意思不是台人哦，是秀拉、狩猎、拍拉的意思。因为你爱比伫草丛内底，你接近动物的时阵，佮跳出来，摕你的标枪，摕你的弓箭去甲拉，对不？你总袂使大摇大摆人。大声行底下，佮叫迄个山底家己倒底下，互你抬，无可能嘛，对不？你要厉害，当然你爱很小心啊嘛，佮厉害对啊。跳出草面，这叫做出草，这是第一个意思。但是我当然讲，全中华民国、全台湾，不管你要哪讲啦，出草就是台人。有一个民族是无伫出草的啊，完全无伫秀拉的，无伫拍拉的。有这个代志？又会对吗？伫外岛，无伫台湾本岛啦。以掠鱼为主诶，掠鱼哦，我敢若无读较济咧。兰屿的达悟族因为达悟族是全部是掠鱼，穿一个丁字裤我去过咧。独木舟，兰屿你有去过啊？我去过啊，我唔捌去过。我好奇特。你有看过因穿这个丁字裤吗？我是大概7、8年前去无啦。因为因是以掠鱼为主，基本上兰屿。无伫做即个出草，伊山内底嘛无什么山丘啊，无什么地，无你要掠啥？他们是达悟族的。达悟族，兰屿达悟族就是掠飞鱼的，迄飞鱼季的鱼啊。伊拢有拍几摆的。达悟族真奇怪哦，因的鱼啊有分查甫鱼甲查某鱼。意思是，你嘛使讲做男人鱼甲女人鱼是拍几摆啦。飞鱼季的时阵才会掠，毋是随时拢会掠。因查甫鱼是讲。有一寡鱼也是敢若查甫人会使食，一寡鱼也是查某人会使食。有啥物原因？嘛讲无啥会出来。那分类因自然就会知影。你要叫伊甲你解释讲是以啥物做标准嘛毋知影。因自然就会知影讲这是查甫鱼，有即款讲法。伊家己成长的所在当然伊知啦。一直传承落来就是安尼但讲到咱台湾本岛本身，讲到宜兰即个所在但咱讲因为山顶足侪台阳泰雅人的关系所以因非常高出草。第一就是咱讲秀拉，甲因较无关系。第二就是咱讲出草第二个意思就是猎人头，毋是敢若台人尔，伊爱扑下你的头，这就是伊的战功彪炳安尼但是其实因毋是随时拢伫出草因伊有真侪原因，比如讲部族之间的战争我即个部落甲迄个部落无共款战争成人类就是我大汉啊，阮偌济岁啊我证明我是勇士有外人侵入着因的领域，就是因的环境这嘛袂使，你袂使甲伊侵打着。过来可能比如心情真好，还是心情真无好等原因真侪啦因为因的文化，当然打无出草这个习惯，但是过去出草这个习惯是因的文化，咱无法度去评论讲这个文化对毋对这是过去的人生活方式无毋对。这台阳因为非常高战争，所以日本人入去一个死一个，入去两个死一箱所以你想要开发的所在无法度，一直到尾一直到10几年，差不多1912年开始用大量的这个武力有枪有炮武器啊入去到这山内才正式甲这算讲是平定落来，逼这原住民算讲降服啦，就是讲我投降啊安尼我只好互你开发安尼才开始开发，一直到
大正3年1914年的时候才算完全地定啊吼，拄开始是阿里山的这个作业所，因为阿里山上早开发，由因来斗相共做咱太平山这边的开垦，啊，过来隔年吼，隔一年了，大正4年的时候就交由这个林营局，林营局就是专门管这管理林场，营运这林场的所在的这个局处来管理。其实伊阿里山的太平山的产量甲面积敢若输予阿里山，你若要论品质，太平山无输，太平山其实足厉害的吼。伊主要生产2种物件，一款叫做 Hinoki，Hinoki 樟，毋是樟，毋是樟啊，甲樟啊无关系，块木，一款叫做 Manihi， Manihi 就杉。毋是杉啊，杉啊换杉啊。其实我拄仔讲这2款拢叫做块木 ，Hinoki 甲 Manihi， 但是有差。咱常常伫讲的 Hinoki 真有名，其实主要叫做黄块。嘛叫做扁柏。伊摕来做家具非常好用。伊的味比红块，另外一款叫做红块，Manihi叫做红块，伊比这个红块。内底搁较有一寡腥味，腥味毋是臭臭味，辛辣味，小可香香咸咸的感觉吼。这个味吼，尤其捌着水的时阵搁较明显。伊对这个防治虫害真有效，所以摕来做家具、做建材拢会使用足久的，因为虫无介意这个味。搁防水，较袂湿气，都害气，茶惊水嘛，所以真有动啦，效果非常之好。过来另外我讲另外一款叫做红块，就是 Manihi。Manihi 就是红块，红块呢，除了伫遐做家具，譬如讲我当大所在厝内有一个烫树就是衣橱，烫树对，三度就是我目前的三度就是红块做的，是我当大这个所在的人留落来一个过去一个阿嬷的嫁妆，非常非常古早的一个物件。这2个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吼，除了就是伊的这个一个是红块，一个是黄块。黄块定叫做台语，其实我当讲这拢是日语，毋是台语。你的正式台语会讲，比如讲黄块、扁柏，咱会讲厚壳啊，因为树皮较厚。相对来讲，红块就是薄壳啊，树皮较薄。有这2款讲法，或者红块或黄块。错落来要怎处理因为时间有限，我无法度讲较长，以后有机会再来讲只是讲拄开始伫做这2款茶的时阵伊拢是这个人工作业、人工智慧的作业的较早期是人工智慧，这是人工的智慧，不是干那是咱讲人工智慧，我讲是人工智慧是 AI， 我当真正物件讲 AI 人工智慧对不？不是啊，这较早干那靠人的智慧，靠人去处理，所以我讲这是人工智慧，不是人工智慧拢靠人。早期都开始。伫咧这山坡地顶悬设一种叫做木马道一款敢若滑坡就对啊，这个茶顺这个山势骨落，但是其实对木材影响真大，路伤啊，会靠伤无好，一直拖到这个土场这个所在土场一个所在叫做土场，就是山半山腰遐，半山。甲要较发展成功，咱利用当时的露水溪。也就是即卖即个南洋溪来送木材，要怎送就是甲迄入去水底，因即个方式叫做灌流，就是流对水流对即个南洋溪的出海口出去，去海边遐出去。南洋溪出海口北边叫做东港，但是无伫屏东；南边叫做清水，但是无伫台中。为即个所在出来了，要去第一搭。一部分会送伫圆山的即个储木池有一个水池啊，专门伫坑。其他就是送伫苏澳港送出去，送再加日本去。苏澳港伫咧日本时代规模都非常之大。迄个时阵其实是为专门伫招日本的上架的货运，迄阵已经足大，伊是安尼做起来。但是咧，因为当时为着要整治改善咱这个河流的，就是南洋溪。当时因为有一寡问题，这咱都有讲有一个所在叫做牛头啊，对吧？牛头啊是南洋溪上下的所在，所有的木材经过遐全部先刻做伙，弄的本来凡说价值1000万，煞剩500万，拢受伤啊，加减拢会受伤，这嘛是一个问题。所以最后日本人就想讲，安尼不是办法，咱来想一个办法，就是用火车来运送，就是咱俗语讲的5分啊车。对，专门伫台湾西部5分啊车主要摕来载啥物的？载甘蔗。载甘蔗咱讲
第一公种甘蔗互会社帮，日本的日本时代这个糖甲稻啊之间的关系吼。咱讲即个米糖相克，米糖相克，吼，有一寡原由。以后咱咪讲到即个部分，但是伊讲到咱宜兰的部分吼，咱主要是在即个木材吼。五分仔车啥来做五分仔车讲法真侪款，但是我甲罗东林场迄边的人其实有讨论过，过去上主流的即个讲法就是讲伊的即个车的跨度吼，车轨甲车轮的跨度差不多是70几公分，所以无大只啦。一般的火车吼，差不多是当然规价无共款啦，你看搭一个月，但差不多是140几公分，也就是讲70几公分等于讲是伊的一半左右吼，叫做5分，是5分的车。当然，当有一寡研究认为讲有其他无共款的来源，无一定是即个讲法。安尼讲法嘛，不是有合理的。嘿，但是即个。罗东林场的人捌甲我讲，目前阮主流对我讲嘛是用即个讲法，当然，凡是以后佫较侪研究出来有无共款的讲法，然后目前暂时用是即个讲法。所以因就想要做即个用5分仔车来载即个木材，先甲送去土场，为山顶送到土场。问题是土场要送落来即段路，既然无要用即个河流来送，无要用南洋溪来送，我用火车来送，火车爱做铁路呢？对啊，对无？无伊袂凭空生出来嘛，雄什么拢无得付出来，所以就爱有人来做。但是有一个问题，爱开钱啊。一定着。谁要开？政府开。一般咱嘛认为讲应该政府开对无？但是即个时阵出现了一个人，因为日本人足巧的，伊无想要开即个钱，但伊有一个想法，就是敢若 BOT 差不多意思。咱当政府 BOT， 有当政府无遐侪钱，无我用 BOT 出去，即个企业来开钱做。所以迄个时阵伊甲罗东街吼，街即个意思街啦，就是街道的街。伫日本时代，即个意思是即个镇的大小，镇的大小，就是即个区域，毋是一条路的意思。罗东街你就当作是罗东镇长的意思。甲即个宜兰市当时宜兰街啦，宜兰街长拢甲找来，甲这两个人讲即件代志，讲我要甲即个铁路做出来做，所以我需要即个基础设施。恁有人要开钱做无？恁若家己愿意开钱做，我就甲木材送去恁遐，做即个集散地。因为送落来我做一个集散地嘛，爱放物件，爱种啥？一个所在哦，爱有一个林场通啊放。到尾咧，迄个时阵，即个宜兰街街长是日本人，名我袂记得啊，因为伤长我并忘记，无遐重要。但是另外一个罗东街街长非常之重要，因为毋知伊是倒来材料毋管咱讲伊就是去争取到即个设施嘿，毋知倒下来，毋知倒伊去争取来木管来毋管就是包括伊家己嘛捐真侪钱甲土地，就是要来做即个设施，为太平山即个中央的即个土场开始，一路铁路去甲罗东，甲罗东的即个林场嘛，规个拢做起来，所以就因为安尼，罗东的经济规个发展起来，因为过去宜兰市发展上紧，咱当讲好个人为清朝时期，甚至甲日本时代初期拢是宜兰的发展。钱嘛是遐上济，政治人物是拢伫遐，文化嘛伫遐，啥物拢伫遐，经济嘛伫遐，所以你罗东要争取物件真困难。要起一个学校，比如讲想要起一间学校，迄个时阵是南洋女中，全宜兰第一间应该目前嘛是唯一一间女子学校。日本时代甲过去的这清朝有一个真大无共，就是伊鼓励查某囡仔读册，谁来读册？因为你才有法度做后勤支援，后勤的支援，因为因战争嘛，到尾就有拄着第二届世界大战，所以我需要有人来造资源，即查某囡仔爱有基本读册能力，才有法度斗相共，所以因要起学校，到尾嘛是起伫咧宜兰对，无起伫罗东，所以大概要抢啥拢抢输，心情非常之无好。迄个时阵为清朝开始就累积落来，200多年，以当来讲200多年开始出现这个溪南甲溪北之间资源的竞争，资源有这个竞争的问题，所以就常常有出现这个啥大家永远拢起伫溪北的问题，所以就即届溪北较优秀啊，所以即届即个陈顺正我拄则一直也袂讲这个人名，就是这个罗东街长陈顺正，因为本身有真侪通介绍的，咱到时会讲，但是即个罗东街长
争取着把这所有设施做起来了，因为变成讲有这个林场的存在，林场存在了，所有木材送到我这来要做初步的整理，这需要着大型的机械机械，所以这属于重工业，就要有操作的人入来，对不？伊也好使用这物件，有工厂才会发展，这工厂内底总是要有人工啊，对不？人工来了，伊爱食爱大爱用，甚物着服务业就出来，服务业出来了，大家知这欠人，遐欠人，大家就往这边用入来，对，所以人就愈来愈多，愈来愈多，到劳动经济就安尼发展起来，从此以后劳动愈来愈好，也敢若暴发户共款，所以甲宜兰就开始有一个区别，就是有这性格伫里啊，就是我有钱过去，互你压咧拍，我当有钱啊，讲话红声，讲话通大声咯。对宜兰市仔来讲，尤其溪北的人来讲，是阮这是文化之都，阮这历史悠久，恁迄个所在就是敢若会晓趁钱，伊讲阮较有气质咧，拢臭当先啊味，都铜臭味，恁互相看袂起，互相拢有怨言的。其实早期主要就是因为资源的需求无同款，所以只好安尼，就产生这款的心感。总算这个时阵开始扬眉吐气啊，扬眉吐气啊，真爽啊！总算我有讲话使较大声，但是咱都有讲到讲这个劳动家长伊的地位非常重要，甚至包括后壁是安那发展起来以及。这已经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对无？但是一直到当，为200年前清朝时代开始，一直到日本时代差不多70-80年前，一直到当现主是2021年的台湾的宜兰，2021溪南溪北的心结捌解开过，但是伊变成什么款的形式？我到时后一集讲给你听，你来宜兰耍的时阵，你就使观察看卖，讲宜兰是不是真正溪南溪北分甲真清楚，不管是政治也是其他的部分，拢是同款的。所以政治佫较清楚，政治嘛有关系，你会使看到政治的演变，这个我后一集有机会会使大概提一下，但我希望政治部分我袂讲较侪啦，其他主要是故事为主。所以咱就爱期待下一集，因为时间又过来到40分钟啊！我最近的故事拢毋知啥拢遮长，因为想要补充，互大家知影的物件伤侪啊，所以较无法度讲一届就讲好了啊，嘛互大家期待一下，较袂讲一届就听了啊，都后礼拜无一定想要听，期待后回啦哈，咱都要期待后回再相见。好，所以咱今日的节目就到这为止。你若是听了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这个 Apple Podcast、Mr. Box 留话互我。另外嘛，当到 Instagram、Facebook 找出亚特聊聊天来跟我互动。那咱就后礼拜再相会，拜拜。感谢你的收听，谢谢，拜拜。